部剧呢，是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清唱剧的这种样式，结合我们的粤剧，让它和粤剧和清唱剧相结合。在舞台上呢，有这个一个大乐队。那么演员的表演呢，实际上我们精简到了3位，就是宝带钗3位粤剧演员，和大乐队以及12个合唱队这样的一种样式。全剧分为10多个乐曲段落。那么我想，除了经典的《独西厢》、黛玉葬花、黛玉焚稿等等，我们还增加了比如说宝钗带绣啊、宝玉听琴啊，以及金玉良缘中间的3个灵魂的对话，百年好事今宵定，包括太虚、寻梦等等。我想这些全新的桥段一定会让喜欢粤剧的你有一个新的感受。也希望大家到时候看我们的演出，并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微信关注东方大剧院，东方大剧院1月17号晚上7点30分，邀您坐在家中看我们现场演出的粤剧清唱剧《红楼梦》，不见不散。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知音群，在群中呢，你可以了解最新的粤剧动态，追踪赵氏工坊的最新消息，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感谢所有支持和喜欢赵氏工坊的观众朋友们。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群叫什么啊？粤剧王子。
这样的好书，老爷却不许我读。今日背地里，我偏要夺他一个。我最讨厌那些狂功名文完全的把古文章了。不是那几书，那又是什么书呢？真是好文章，你要是困了，连饭也不想吃了你。妹妹，请你困，我是不怕的。好的，可不要告诉神啊！来。你困。西厢记事。妹妹，好不好？但愿西厢下，迎风拂半开，隔江观音童，你是若人来。妹妹，我是个多人多平安生，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妈。我的人是死子里，用哪个人把我疼去掉？
告诉去，我也要告诉去。你去呀，你去呀！妹妹，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好吗？哎，妹妹，你把你身上的这股香袋送给我，好不好？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你送我香袋，我把这个送给你。这是不仅王送给我，是皇上赐下来的礼物。请你。什么取暖是哪个的？我可不要这东西。你不要这东西，我也不要这东西。哎，妹妹，我把这个送给你好吗？啊，这我可不管要。不管要。妹妹，为什么？我的心。相依又相亲，土道是情有两缘，母子莫让山门。
生人用，生人用，忠孝圣之本也。事君不可以不忠，事务不可以不孝也。三纲五常内人的生之大敬，为人人之不可以不知，是以众人忠。哎呀，众人却与孝子之门也。陈家人苦恼，你还是小女，来这里送王宁来把咖啡，分享口头提祖先，岁岁恭敬听教诲，非同下拉多生也。这二名掉落的崔文章，多等我对我愿，是苦啊也。孙悟空考上了七国岁，没法子了。兄弟，是宝姑娘来了，宝姑娘请进。啊，怎么不欢迎卡神哦？宝姐姐来了，宝姐姐，请坐啊，请。请坐。看你们刚才谈的这样热闹，在谈讲些什么？宝姑娘，你看，他今后喜子结交了朋友，喜子这玩得了吗？啊，宝兄弟，要是真和喜子结交，那真叫人担心你。宝姐姐，你不要听这些话。哎，宝姐姐，你就我想想，老爷没忘记来宾卡，总要老爷陪上。你说说，这究竟是为什么？只算是你能引兵解渴，所以才教你。我不过是个说中有说的说人罢了。我最讨厌与那些落都们来往了。宝姑娘，你听听，他呀，谁是这个给不了？人世上哪有个姑娘和做官的人来往，倒巧妙与戏子结交朋友的道理？宝兄弟，这倒要给一个才好呢。常言道子牙卡来亲，虽不相告朋门隐门，是今你上的十四令，也该去为做官绅，谈江西仕途经济好有等，又为些此事做真本领，理应该把这官头举上京，怎能对不务正业公民？宝姐姐，你我怎么了？老太太要玩过白，怎么生意？你去玩过白去吧。怎么？我是双倍身家，玩过白的么？什么宝姑娘、白姑娘的，有事无事来了去说着，叫声半夜三更，不得好噻。谁呀？都睡着了，意思明天再来吧。是我啊，玩不开门了。便宜是噻，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王姑娘。
心头何处有相缺？为啥情郎守言关，一门心头知道你不理我，困见我就避开。我只和你说一句话，从今以后就了开手吧。你什么？这两句你听不听？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想当初，妹妹从江南
还怕那衙官佛事不久到，我亲自张张简简来找了。你啥烦恼我担忧，你啥开眼我心笑，我和你同坐结伴同上来，将一幕所生的情同吧。谁知道妹妹生大心大，是今日瞎着眼睛把我叫，三朝四夕不理我，是抱肉是问老婆担烦恼。我有错，你当也是，骂也好，为什么冤儿鼻子将我跑？你有句说也是，说也好，为什么被人我是打泪掉？是抱怨不明不白不礼貌，我就是为你死了也是过，却死的归问冤难告。妹妹，妹妹，你不要哭，夫人，快来！你快，泪子还滚上你。你要死了，同手同脚的。好，那你既这样说，我来问你，那天我到怡红院去，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此话从哪里说起呀？哦，怪不得你不理我，我是管这样对待妹妹，将我立刻就死好了。嘿，谁让你独走发死的呀？好妹妹，我真的不知你来过呀。那天才有宝姐姐来说过一位，定是丫头们管出来的好事，等我回去分过明白，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是的，要教训教训才好。得罪了我倒是小事，要是以后什么宝姑娘来了，白姑娘来了，也把他们得罪了，事情可大了。哎呀，你玩啥这些话呢？你到底是欺我的还是我绝我呀？这有什么要紧呢？快，筋都抱起来了，还觉得一脸混你。好妹妹，
是？你倒是说说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果真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凭着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差点你的意思都体贴不上，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哩。我真不明白。好妹妹，你不要骗我，你是真不明白我这话。不但我凭着不用了心，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也都过分了。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多了心，才弄了一身的病。好妹妹，你只能宽慰心，你的病就会好了。妹妹，妹妹满嘴，你让我再说一句话，好不好？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明白了。妹妹，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秋声声声，琴声冷，小巷凄凉，交翠声。一曲琴声新芽条，树下了三声世上九字音。这琴声高响自对轻摇梦，一重离别幻化文。眼空虚泪，泪空碎。温莎烟炮更相随，财富交响老为人，为君拿灯。
晚上好。演出结束后，著名表演艺术家赵志刚老师和陈实老师会到我们的剧院大厅，为大家签售赵氏工坊所推出的一系列的CD。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演出结束以后，著名表演艺术家赵志刚老师和陈实老师会到我们剧院的大厅为大家签售由赵氏工坊推出的系列 CD。
姑娘，等身子好些再看吧。不，去哪里？
千根草，小巷小路在共争到后来我妹妹都长大，共同西厢谁
人世间风到河上去，考试去，他苦孙别离。上去心。流色空荡，当年我门上衰草斜阳，身为故乡。此时儿提门吊梁，落沙金玉，不在捧场上。捧场上。
有请我们的指挥阮明奇先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有请我们的作曲朱立喜先生，还有我们的唱腔设计陈军老师。给我们阮老师，给阮老师。我们的陈老师和朱老师在哪里？朱老师来了。陈军老师在什么地方？谢谢，谢谢。好，我介绍一下，陈军老师来了。陈老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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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敏机可以。我介绍一下，我们上海越剧院著名的作曲家朱立喜先生。这部作品，是和陈军老师他们两个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内赶出来的。因为7月份我们参加了香港回归20周年的这个演出，上海越剧院的著名的唱腔设计陈军老师，这次的吕派、黛玉、原派、宝钗以及宝玉的部分的唱腔都是陈军老师重新写的、谱写的，感谢他。我们阮明奇先生是我们著名的青年指挥家，已经跟我们在这里第2次合作。我跟陈实曾经在几年以前就在这里举行过花好月圆赵志刚、陈实越剧中秋音乐会，也是由我们阮明奇先生指挥的。好，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乐队，所有的我们的青年的演员们啊，那个非常完美的呈现。更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冷的天赶来给我们这个捧场，非常感谢大家，谢谢。演出结束之后，我将和陈实在我们的观众大厅，我们带妆为大家签售我们赵氏工坊的系列 CD。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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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